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國際人口脈搏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Jessie。今日呢，我哋要聚焦一個亞洲國家，咁佢哋正正就係面臨緊一個非常嚴峻嘅社會危機，講緊嘅就係韓國。相信大家都有聽聞過，韓國嘅生育率係全球最低，而家更加要面對埋地區人口萎縮嘅問題。為咗扭轉呢個趨勢呢，韓國各地方政府咧真係出盡法寶，除咗傳統嘅生育補貼之外呢，佢哋而家仲擴大實施緊一個叫做全流程婚戀現金獎勵嘅政策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就係由你第一次約會開始到你蜜月旅行嘅開支，政府都話可以全面補助。聽落係咪好吸引呢？呢個政策嘅急迫性當然係好明顯啦，畢竟生育率同人口問題對一個國家嘅未來發展影響深遠。但係亦都有唔少批評者認為呢啲一次性嘅經濟誘因，好可能只係治標唔治本，好難真正解決到韓國社會根深蒂固嘅晚婚不婚嘅結構性問題。到底地方政府有幾花式催婚呢？我哋嚟睇下幾個例子。首先講下釜山嘅沙哈區啦，佢哋推出咗一個叫做雙親結婚一條龍補助嘅計劃啦，真係聽到都覺得好誇張㗎。如果你參加咗佢哋官方嘅雙親活動之後結婚，最高可以獲得2000萬韓元，即大約港幣11萬元。除咗結婚獎勵之外，佢哋仲有約會補貼，每次約會都可以攞到50萬韓元，大約港幣2800蚊。訂婚見面禮金都有100萬韓元，即係港幣5600蚊。而蜜月旅行補貼更加係高達1000萬韓元，差唔多港幣57000蚊。沙哈區嘅官員就話呢個係應對少子化同埋地方衰退嘅綜合政策。不過尷尬嘅係，據講呢個政策實施到而家都仲未有夫妻領取到全額補助。除咗釜山之外，其他地區都一樣有好多誘因嘅，好似首爾市。佢哋舊年生育率係全國最低，只有0.58。而家佢哋都唔執輸，由今年10月起會推出100萬韓元嘅結婚啟動基金，而京畿道都會喺下個月開始向19到39歲嘅新婚夫婦發放同等嘅補助。再落去睇睇慶尚南道嘅居昌郡，佢哋更加係長線投資。如果19到45歲嘅新婚夫婦喺當地居住滿3個月，就可以連續3年領取每年60萬韓元嘅補助。河東郡更加係將結婚獎勵金由500萬提高到600萬韓元，而固城、宜寧、密陽等地都提供100到200萬韓元不等嘅補貼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韓國政府真係為咗谷結婚生仔出盡力呢？但係呢啲計劃遍地開花，實際成效又點呢？其實有唔少地方嘅數據都顯示，呢啲政策嘅效果仲係有待觀察。例如慶尚南道嘅晉州市，佢哋由2021年到而家，已經向4000幾對夫妻發放咗50萬韓元嘅結婚補助，但係當地嘅結婚率並冇顯著提升。而順昌郡呢個地方呢，佢哋實施咗呢個政策已經8年啦，但係結婚率反而持續下降啦，只係喺23到24年呢出現過短暫嘅回升，甚至連地方政府官員都質疑，真係會有人為咗祝賀金而結婚咩？但係佢哋又無奈咁講，總好過咩都唔做。但係專家咧就對呢啲政策咧抱有保留，甚至警告咧呢啲政策咧好有可能會重蹈之前生育補貼嘅覆轍。首爾大學嘅經濟學教授洪石哲就指出，政策應該要聚焦喺創造一個工作同家庭平衡嘅環境，並且要減輕住房負擔。而家各地爭相加碼嘅現金誘因，其實係正在扭曲政策嘅本質，急需重新調整。的而且確，結婚同生育往往都係一個好複雜嘅個人決定，背後涉及好多結構性嘅因素，例如高昂嘅生活成本、職場文化、性別平等問題，以及個人對未來嘅期望等等。單純嘅金錢補貼，會唔會真係能夠改變到年輕一代對婚姻同生育嘅睇法，鼓勵佢哋建立家庭呢？定係只係吸引到一小部分原本就有結婚意願，但係有經濟壓力嘅人呢？呢個問題相信唔止係韓國，好多同樣面臨人口問題嘅國家都值得深思。到底點樣先可以真正解決到生育率低迷同埋人口萎縮嘅問題？可能需要更多元化、更具針對性嘅政策組合，而唔係單單依靠現金獎勵。今日嘅國際人口脈搏就講到呢度，你哋對韓國嘅花式催婚政策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同我哋分享。多謝收聽，我係 Jessie，我哋下集節目再見。